大家好，我係孔志韓醫生，今日同大家講下避免命令訓示對方。一般嚟講，我哋嘅觀念呢，覺得夫妻呢都係平等嘅關係，係咪？但我發覺呢，好多時我聽到好多夫妻呢，都係用一啲命令訓示嘅方式咧，同對方講嘢嘅喎。譬如話唔可以、唔好、唔要，又或者呢，你應該咁，你唔應該咁，或者呢，你要咁樣做，我叫你咁做。呢啲就係命令同埋訓示嘅語氣。你覺得太太一般會唔會接受丈夫當佢係小孩子，又或者當佢係一個學生呢？一般丈夫會唔會接受太太當佢係一個小孩子，又或者當佢係一個學生咁對待呢？向配偶用命令或者訓示嘅語氣有冇效果呢？你又諗下對方嘅自尊自信係點嘅呢？對方係咪真正樂意接受呢一個角色呢？佢心底裏邊有冇埋怨呢？定係你個配偶咧會陽奉陰違啦，消極抵抗啦，見到你咧就避之則吉啦。有時有個現象叫做鷹狼傳奇嘅，即係咧你喺度佢就唔喺度噶啦。譬如長期咧一個返早班，一個返夜班咧，基本上都好難見得到嘅。但其實鷹狼傳奇一出戲嘅，係永遠都見唔到嘅嚇，即係呢對戀人，或者將所有嘅時間咧放晒做仔女啦、工作啦或者個人嘅興趣啦。完全冇時間咧俾你同你相處嘅。我見過最壞嘅情況咧，甚至會搞到出軌嘅添。如果雙方長期咁相處嘅話，所以呢個大石砸死蟹嘅模式喺夫妻關係裏邊係咪真係會成功嘅咧？定係好多時都會唔掂嘅咧？當有時咧，我會向配偶用命令啦、訓示嘅語氣講嘢咧，其實好多時咧呢個係原生家庭俾我哋嘅培育。我唔知道由細到大咧，原來喺原生家庭咧，我習慣咗咁講嘢嘅，用喺配偶作撞板啦。有時候咧，我哋用命令或者訓示嘅語氣咧，就係因為我哋嬲對方，我哋惱怒對方嘅啫。如果係咁嘅話咧，我請大家睇下呢幾個影片咧，都係講咧控制親密關係裏邊嘅憤怒。當我想用命令或者訓示語氣同對方講嘢嘅時候，就問一問自己：如果我背後呢啲法規係咪社會公認嘅法規呢？定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嘅成長唔同、生活習慣唔同，所以咧我咁着緊，甚至咁嬲嚇對方唔跟我嘅法規去做呢？如果你諗過同意咧，避免用命令訓示嘅語氣同配偶講嘢嘅話咧，就盡量將呢啲唔好啊、唔可以啊、唔要啊呢啲除去啦，將佢轉做請你咁啦，將啲唔應該啊、應該啊就轉做咧，如果你咁，我希望你咁，我寧願咁樣，我想咁樣，不如咁啊，或者咁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咁咧，或者可以加入一啲問題啦，咁好唔好啊？你同唔同意啊？或者多謝對方啊咁啦。舉一啲例子啊，命令訓示嘅語氣，你唔可以用我嘅嘢㗎，禮貌嘅請求，請你借用我啲東西之前咧問一問我啊，好唔好啊？命令訓示嘅語氣，唔好喺交通頂紅公仔嘅時候過馬路啊，禮貌嘅語氣，為咗自己安全啦，亦都為咗家人唔使擔心你啦，請你綠公仔先過馬路啊，好唔好啊？命令訓示嘅語氣，唔好喺開會嘅時候打電話俾我啊，禮貌嘅請求。我開緊會嘅時候咧，真係唔可以接電話㗎。請你忍耐一下，等我開完會先打俾我啊！多謝你。命令訓示嘅語氣，你應該知道我屋企人嘅生日㗎啦。禮貌嘅請求，如果你記得我屋企人嘅生日咧，我屋企人都會好開心㗎。你都想我屋企人生日開心㗎。命令訓示嘅語氣，你唔應該唔同我商量咧，就請一大堆朋友上嚟屋企嘅。禮貌嘅請求。
我希望你請一大堆朋友上嚟屋企嘅時候咧，同我商量協商一下，好唔好啊？命令訓示嘅語氣，你唔應該浪費食物，禮貌嘅説話。我由細到大咧都唔會浪費食物嘅，不如剩翻嘅食物咧攞走啊，或者下次買食物嘅時候叫少啲啊，你同唔同意？呢啲係其他有關夫妻溝通嘅影片，多謝大家。